闽南语连续剧大下注。阿姨，阿姨，你来跟我讲啦。建昌啊，永暗吼，我唔知影伫厝内困袂去啦，一个心肝内吼，感觉足不安的，敢若会发生啥物代志的，你赶紧陪我过来找阿豪啊，好无？好啊。紧来啦，紧来啦，紧来，建昌啊，紧来啦。头家，你袂认我？你是人还是鬼啊？头家，我是人，毋是鬼。无死，我无死，天公伯也可怜我，互我搁活落来。不可能！你明明掉刀自杀啦，哪有可能活落来？头家，迄天你将我拖去后山，后好兄拄仔围遐经过，将我救倒转来。不可能无死！你他妈的流氓！你他妈的流氓！头家，你无伫面。人你讲，鬼无影，你看我敢有影？别吵了，你别管，你别动他！头家娘，我今仔是来救你。救我！头家娘，我求你将阿豪兄放倒来。阿豪兄，头家娘，我知你的个性，只要你将阿豪兄放倒来，我永远都袂出现伫你的面头前。我会甲较早同款，永远是一个死人。头家娘，只要你将阿豪兄放倒来，我甲阿豪兄袂阁去搅了你的生活，我袂阁见坚强，袂阁见我的囡仔。我甲阿豪兄会离开这个所在，袂阁踏入陈家一步。我会甲阿豪兄永远消失伫你的面头前，消失伫这世界。头家娘，我知你怨恨我，怨恨我手操坚强。而且佫甲伊生一个囡仔，也毋过坚强永远伫你的身躯边，我嘛无得到我的囡仔。头家娘，咱的恩怨就到这为止，好无？头家娘，阿豪兄虽然是建昌的大兄，也毋过你放心，我袂阁回转来陈家。你
伊有缘是陈家的头家娘，无任何人会当抢走你的地位。头家娘，将阿好兄放倒来，唔通阁互你的罪孽搁较重。周文琪，这一切太突然了，我唔敢相信你，我唔敢相信你。头家娘，你相信我，只要你将阿好兄放倒来，从今以后，我对你只有感激，无恨。也毋过，你若是伤害阿好兄，我会去找建昌，互伊知影，是你害死伊的亲大兄。我相信，你是一个真巧的人，应该安怎做，你知影？拄则是我叫建昌的阿姨，将建昌带出去。我今日得要回来，头家娘，请你好好考虑，我来走。阿姨，咱已经出来找几暝啊！我看你也忝啊，我先扶你回来休困，我才搁出来找啦吼。建昌，有一件代志一直伫我心肝内，唔知影是毋是应该甲你讲。阿姨，你有啥物代志做你讲？我若甲你讲，你是袂使转去甲伊冤家哦。你是讲淑珍啊？我是一直在怀疑讲，阿豪啊失踪这件代志，是毋是甲伊有关系？甲淑珍有关系？本来我嘛真无爱安尼去想啦，也毋过阿豪啊已经失踪遮尔侪工啊，我一个做老母的，实在真烦恼伊的安全。你看，这件代志敢会甲伊？是淑珍啊做的？你敢知影？等淑珍啊知影我甲阿福啊甲陈家的关系了后，迄一天，淑珍伊就请我搬离开陈家。莫怪阿华失踪，伊拢无要无紧。我早就应该想着，阿华失踪甲淑珍啊有关系。阿姨，这件代志你若无较早甲我讲的啦。淑珍请我搬离开陈家，伊的用心我会当理解。我嘛是惊恁两翁仔某冤家，所以我才拢无甲你讲。顾淑珍，淑珍啊是条够苦的啦。是讲哦，现在伊遐尔惊阿华转来咱陈家。啊，伊都烦恼讲我甲阿福会等去分恁陈家的财产啦。伊嘛是会烦恼讲我甲阿福会影响恁陈家的生活。淑珍对我会个用软的，叫我搬出去。也毋过对阿福啊，我毋知伊会用三关手段。顾淑珍，建昌啊，这是敢若我咧摇的尔啦。我是想讲代志哪有遮拄好，我一个搬离开陈家，阿福啊就来失踪。你莫遐冲动，你有答应阿姨，你袂冤家哦。阿姨，你放心啦，我毋是找淑珍啊要冤家啦，已经走火入魔，无药可救啊啦。阿姨，我是要甲伊叫醒，看伊甲阿华藏伫咧啥物所在，叫伊放阿华转来啦。建昌，阿姨今仔会甲你讲这哦，完全是徛一个做老母真自私的心理啦。我是希望讲阿华会当平平安安。建昌，
你若是转去问淑珍，你一定都要心平气和。假使讲淑珍伊若有做这落代志，你就要拜托伊赶紧将阿福啊放出来。若是讲淑珍伊无做，你嘛袂用来冤枉，知影无？阿姨，我知影，我知影我要安怎处理啦。等我安尼时间讲，到底是对还唔对？已经就无死，伊无死。我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？就若知影所有的代志，安尼我，代志哪变到安尼啊？为什么大家拢要逼我？为什么？我袂当互建昌知影所有的代志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我一定要想办法。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？阿宽，阿宽。我就知影你会来，我早有来等你。阿元，我求你，放阿华走。头家娘，你安尼几落，我这做下骹手人的，要哪承担得起？阿元，这是阮等家的地契，你若想要摕，你拢摕去。你摕转，我即马买这地契。为你伤心。我即马买这地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发觉恁陈家愈来愈好耍。我从来都唔知影陈建昌伊同假意的查某人，伊的名号做周文英，唔是你头家娘。我感觉你真可怜，我嘛开始同情你，甲这地契摕转。等甲陈建昌有一天要离开你的时阵，无的确，你用用靠这地契过日子。你莫讲侮辱我，到底安怎做，你才要放我好走？只要你讲得出来。我拢做会到。头家娘，我是无可能放阿虎走。我若放阿虎走，我的生活就无趣味啊。较早敢若有你甲陈建昌，即马阁有阿虎甲周文英，我要哪会甘要放因走？陈家愈乱，我就感觉愈趣味。阿宽，我承认，当初时我是利用你来去建昌的。假使讲你因为安尼在怨恨我甲你回心的，我甲你回心的。
我也毋过过遐尼侪年啊，为什么拢袂帮我煞？你为什么拢袂帮我煞？头家娘，倒倒去。你知影我的个性，该放阿虎的时阵，我自然会放伊倒。阿宽，刚讲你搁要亲像亲人我赶快来，迄个大家讲话啦无？你歹想过无？你去做偌济歹代志啊！你想要得到我，你暂时要害死建昌，你侮辱婚姻，煞要侮辱给建昌，你连阿虎都要辱骂给我。你想要互我做单家的罪名，你安尼做，你敢唔惊？你后摆？头家娘，怎讲我哪会惊？我今仔日就袂安尼做。敢放开！芬妮，你拢有听到哈？伊讲了无毋对，侮辱你的人是我，不是陈建昌。我今麦搁要做一件代志互你看，我要侮辱陈建昌，无你看。头家娘，你讲了无？我是歹人，我做过真侪歹代志，啊，毋过我今麦要做一件好代志互你看。阿福啊，在内底，你听我甲叫，你嘛听我叫恁人来甲叫。啊，毋过恁人若来，你共款死路一条，因为我会甲讲你安那为人那贪我囡仔。到一阵，阿福啊，若阮救倒堂，啊你要安怎？你家己好好啊想看卖。为你啦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我先出来去啦，建昌啊，阿姨交代你的话，你也会记的哈。我无想要甲你冤家，我干那想要好好甲你参详。小弟，你甲我讲，阿福啊失踪是毋是甲你有关系？